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还未过关，行政院长杜英泰用餐厅点菜做比喻，讲总预算案卡关，在野党要求补预算，都亲像头家唔出菜，佮叫人客爱加点。杜英泰甚至佮讲，餐厅若卖嘛会当甲人赶出去，这款讲法是引起外界质疑。依照预算法第93条里面的规定，立法院来征询行政院的意见，共同来指出弥补资金的来源，来同时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了。不要再画错重点，这也是各退一步。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，我是来解决问题，不是来造成误解的。这再向大家报告。杜英泰表示，面册刊文是建议立法院、行政院爱互相尊重，个人退一步，在宪法、预算法、财政纪律法的规定之下，找出共识。针对在野坚持的原住民禁错树的补偿金，调也会当做伙找出预算的来源。